動吃，來做事。哇，大自然呢？空氣很好哎，真的很新鮮。哎，正太，你知道這邊是哪裡嗎？当然知道，這邊是苗栗吧？苗栗是苗栗，苗栗，是那個客家語吧？對，頭份是頭份，頭份，苗栗頭份。哦，苗栗頭份哦。哎，你有來過嗎？有來過，可是我之前是來露營玩而已，所以就比較不太熟悉這邊的環境。就來玩。對。其實，在客家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，我要先帶你去認識一個人物。人物就是土地公。土地公叫做八公。八公。然後，既然正太今天來到現場了，我們就要帶你去跟他打聲招呼。那就跟他說啊，你好，こんにちは，我是正太。沒有錯，要有禮貌哦。啊，對，一定的，請坐，直接就大鞠躬的那種。不錯。來，給你。謝謝。要拜3下。拜3下。我們剛剛已經知道怎麼拜伯公啦，對。然後現在要跟你分享這個伯公廟它是怎麼來的。所以這邊有那個什麼，就傳說，有傳說故事，有故事。對，因為聽說在這個地區啊，原本後面呢有3座舉墓。然後這個木頭呢是非常的值錢的，就是很值錢的、很貴的。然後有小偷呢就去偷這個舉木，把它砍斷。可是啊，偷走的路上呢就被警察抓到了。可是抓到了这個舉木已經被砍了，怎麼辦？還有用嗎？沒有用，所以只能拿去賣。賣掉之後就把它建成這個伯公廟、八公廟。所以是當賺錢，然後做這個廟。對，不然那個舉木放在那邊也沒有用。那其實伯公廟對於客家人啊、客家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哦。因為你看我們這田頭田尾，就是田頭田尾，都要拜伯公。為什麼？因為伯公就是土地公嘛，對，叫八公。八公為什麼要伯公？為什麼？因為伯公就像我們的里長伯啊，還是我們的叔叔啊、阿爸，所以像伯公、八公，所以叫伯公、八公、八公。對，那正太以後來到苗栗的話，就可以問候一下伯公。但除了問候伯公之外呢，一定要吃好吃的客家米生。米生是什麼？對，客家美食。客家米生也叫客家米食。用米做的，对，糯米做的，超愛吃。想不想吃吃看？當然想吃。那我現在就帶你去吃苗栗啊非常好吃的開板鹽大板圓哦。今天就讓你有口福，感受一下。聽到這個故事，肚子開始叫了。我聽到肚子在叫，好餓哦，太大聲了。對。這個客家麵是一定要吃一下，就會變成我們的日本客家人。可以學一下。他說後生好吃，後生。OK， 哇，期待呢。對。我說要帶你吃什麼？客家米生，是不是就帶你來了？哇，謝謝大家。哎，就多媽得，禮貌一下，我們有長輩。不好意思，跟你介紹一下，這是我們的客家人老闆娘阿娥姐。阿娥姐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阿娥姐，我們是慕名而來的，真的。因為我阿爸還有阿公啊，給留頭拜都會帶啲頭份，然後他們就說啊，你今天要來頭份出外景要公證，一定要來這邊吃。古早窮誰都太某色豆，今天就是最好的機會了，肚肚後凸電正太一起來吃，正太有口福了，真的。哇，我們的土雞肉很好吃哦。哇，你看它這個皮的那個金黃色，是老闆養的啊。
自己養的，自己養的，自己養的。哇，你吃吃看，這有吉醬啊，客家吉醬沾這個很好吃。真的可以先吃原味，好啊，然後吃完之後再沾沾看我們這個客家的吉醬，還有吉醬。對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哇，太好吃了吧！真的好吃，而且有嫩，对，然後有甜，又甜，又甜，好吃，有甜，有甜。哎，这道我跟你分享哦，說到你來到這個客家人的家裡啊，如果說有端出這盤菜，代表說阿娥姐很重視你哦，很歡迎的意思。很歡迎。因為一般客家人就好客了，只要有好朋友來或親戚來啊，一定是給有盤太盤，不要說抓光這樣。哦，原來是這樣。都是有誠意，有誠意，有誠意。而且你看這個皮呀，雖然說看起來萌萌蔥萌，不會懂皮。對，不會說太肥，就是懂度厚，懂度剛剛好。剛剛好。那你吃這個吉醬？有，剛剛いただきます。好深嘛。好深，很會哦，很特別的。講客家話，又甜，但又微酸。懂後生，而且正太啊，有這些健身，對，所以就很適合吃這個豆給盤。要，真的哦，這都是他們那個肌肉在裡面。這個就都吃雞胸肉，有呢，有母肉，感受到。啊，要黑糖醋，脆梅排骨。脆梅，它那個脆梅就是清這脆梅，全部還是給它做哎。哦，你跟我強勢給梅，青梅就是那個我們日本啊做梅酒，對，那個青色的梅子，青梅啦，青梅竹馬的青梅，對啦，青梅竹馬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就是那個清明節前的梅子，我都會做脆梅做起來，我兒子會拿來，廚師啦，廚師是我兒子。他會拿來煉那個脆梅醬，然後做脆梅排骨。這個光澤，這是店裡的招牌，很漂亮，很好吃，試試看。它的手工菜，梅跟酸的米心，對，就脆梅醬啊，酸酸甜的。因為剛剛看到的時間，味道都講黑糖醋，然後也說哦會不會很甜？可是吃下去之後，酸甜，而且一個香味。唔錯，韓國偏推你就會吃到那種，因為現在吃得梅還要養生，真飲它養生嘛。大家現在覺得吃酸的會很養生，有感覺到。怎麼辦？每一道都好喜歡哦。對啊，怎麼辦？你知道這是什麼嗎？吹頭飯。這不是豆腐嗎？不是，吹頭飯。吹頭飯就吹東西的吹，不是啦，蘿蔔糕啦。菜頭飯。蘿蔔糕。蘿蔔糕。哇，你現在吃這個蘿蔔糕，這蘿蔔還是從你日本來的。真的。夏天台灣的蘿蔔會苦，這個時候都用進口，就是日本的。如果冬天做蘿蔔糕，那蘿蔔都是我公公種的，都是用自己種的蘿蔔。你們很厲害，都是自己種，要不然就是自己養。對呀，對不對？這個是用 SO 醬炒的，那 SO 醬是廚師自己煉的。後生，哎，你要留肚子哦。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現在有個重頭戲要來了。哇！胎拌鹽就是也是店裡的招牌，對不對？對。這個胎拌鹽，它的那個湯頭就是三個土雞湯頭。土雞，它是土雞的那種高湯。土雞的高湯。對。有看到嗎？對呀。好生嘛，好好吃哦，好生嘛，好生。這個胎拌鹽都看很有蠻香，因為你發現到底杯度的啊，係非常的有蠻香，較油的，而且吃到裡面的香味是蠻有層次的，很香，很香。這個外面的皮是很 Q， 用米做的，用米磨成漿，再慢慢用手工一直壓乾，所以特別 Q。而且我發現到啊，這個湯圓的皮啊是可以拉的哎，裡面有的會拌鹽啊，切，然後它可以就團體的。有沒有的用脫水的呀，脫水的，還是說有加粉哈，就會比較脆。我們這是純糯米壓乾的。那阿娥姐啊，因為這是你們招牌嘛，對呀。那我們等一下吃完呢，我可以體驗一下做這個大阪鹽胎拌鹽。當然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，我要帶你們去做。很想做看看。也是感謝你招待。蠻有趣的。好，這個大家先生，之後都會包胎拌鹽。這包一張有的。哎呀，炒。
阿娥姐，我們現在在做什麼啊？我們這個是包湯圓用的哦，湯圓，所以這裡面壓底味度黑嘛給？黑半糭啊，半糭哦，糯米一斤，可以摸嗎？可以啊，你看还没有乾，还没有完全有點軟軟乾，的啊，軟軟對啊帶有硬濕度。濕的，，對，要照這樣子按不下去，乾度有過才可以包湯圓，所以我們要湯圓才不會破啊。把它變乾就對了。對对对，要怎麼變？因為這個我們是糯米，晚上就泡，泡到早上去磨成米漿。然後那米漿磨好就跟豆漿一樣稀稀的，我們就慢慢一直壓，一直翻，一直压到它最乾。全部都是人工在做。對呀，我们都人工在壓乾的。不是用機器耶？不是，要用心做的，很用心，對，才那麼好吃。很用心，而且要很用力，這個很重。所以我們現在要努力一起把它用乾。對，對，有努力擠。哇，要怎麼擠加油呢？手没有什麼力，我都用做的。真的？就做上去哈，慢慢搓啊，搓慢慢一直慢慢的搓，这不会折，就不可以太大力呀。你要从你沒力氣。坐下來嗎？所以做了之後嘞，你要從這邊搓啊，你用力壓。我壓嗎？哦，你太輕了啦，你要多吃一點啦。整個人坐上去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正太，來，你換你。正太試試看。啊，你沒有認真，你要從我很認真呢，就鬆掉了。你坐上來，你坐上來。好。你這邊慢慢搓，你要拉起來，要有壓下去呀。對，完蛋了，我們都不可以來打工。這個打，這個好了，這個要給它卡着。好，這樣，然後卡了，不要再壓了，然後慢慢乾。啊，它再乾一點，又會鬆掉，你又再拉。而且這真的很難呢，沒有想象中容易耶。對呀。對啊，我覺得我不適合做這個比較出眾的工作，我適合做手工的。那就得去包湯圓吧。包湯圓嗎？那正太你繼續加油，他比較有天分，對不對？沒有啦，正太一起來，一起來，我們去包湯圓，走。啊，是哦。no 扮演不用透滾水度，拳踩強踩。你怎麼每個動作都是這個啊？煮湯圓也是這個。我覺得我在唱會被老闆吃掉，因為我剛才唱的時候，我一顆都還沒包好。動吃動吃，快做事。昆諾亞底味度有餡料嘛？給啊，給有嘛？該東西有什麼東西？有脆布席，豬肉，香菇，蝦仁，蔥頭，哦，猜得出來嗎？完全猜不出來。那你還跟着講，脆布席黑蘿蔔絲，香菇，對，香菇，豬肉。豬肉哦，還有紅蔥頭，還有蝦仁，蝦仁。好，那像阿娥姐，你看給包都懂講，很漂亮，對不對？所以我們要來學一下。OK，學一下。要怎麼？你那個碗做太寬了，等一下。我這就已經不行了，那他的可以嗎？這個，它好像有點像哦。你才是客家人吧？對啊，你是不是搓圓的？搓圓的手指，我們一起學一下了。這樣子，慢慢的做一個。要這麼深呢？對呀。然後放進來嗎？對，餡放進去。好。要多少呢？怎麼抓那個量？滿滿的嗎？大約就是這樣子。這樣。差不多這樣。可以的，可以。哎。你看我，你這手要稍微按一下，給它進在中間，不要在旁邊這樣。中間進去。然後捏擠到上面，拔掉，然後再來。沒有，他很認真。我們日本人都是看，真的職人精神，對不對？沒錯。然後如果冬至的話，還人工包，是不是就會沒辦法了？現在沒有那麼多人好幫忙，服務差，大家都太忙，大家都忙。對，但是料還是有自己炒嘛，對不對？料的話，這料就是一半人工，一半機器啊。因為你豬肉、蝦米是一定要手工去爆香，然後攪拌，慢慢讓它炒的時候再用機器炒，變香就出來了。對對對。而且像我公公啊，他很會煮拌鹽，客家煮的小湯圓很好吃，很好吃。我也很會煮呢。那你知道有一首叫《客家板圓歌》嗎？你唱我聽看看。哎，正太要一起學。可以啊。這個客家板圓歌呢，它就是會照着那個你住客家扮演的步驟，一步一步寫下來的，真的。所以呢，像之前平常我公公在煮的時候啊，你就唱歌，我就負責唱歌，然後跟
聞香，還有是扮演吃板圓。哦，然後呢？不是你不負責，我不負責做的，沒有負責，沒有出一張嘴，負責講，負責唱。對，你要學嗎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我先一句哦。啪啪，鳳蟲跳。哦，我聽過。鳳蟲跳。啪啪啪，叔叔。啪啪。啪叔叔，很棒。第二句，啪叔叔可愛的，對，啪叔叔可愛，叔叔的啦，叔叔哦，叔叔的。第二句是裡面有加什麼？蔥花豬牛香菇下營，先學一遍，蔥花豬牛香菇下營，冰落去，放進去，放進去。第三句來了，是這個，no 扮演。對，no 扮演是什麼？就是搓湯圓。哦，對，到時候煮就是扮演冰都滾水肚。哦，這個湯圓放在水開始哦。我聽得懂。扮演冰都滾水肚。你是看我那個比手畫腳。差不多。對，body language 一下。然後再冰落去呀，冰落去。好，可以了嗎？OK。好，那我們要來一遍嘍。預備，開始。啪啪，鳳蟲跳。啪啪啪，叔叔。蔥花豬牛香菇下營。冰落去呀，冰落去。no 扮演冰都滾水肚。芹菜薑菜薑。你怎麼每個動作都是這個啊？煮湯圓也是這個。我覺得我在唱會被老闆吃掉，因為我剛才唱的時候，我一顆都還沒包好。好了，我要認真包了啦。對啊，認真包了啦。可是你不覺得有歌的時候，你會對那個做扮演、哈嘎扮演的步驟更加記得嗎？對，確實。對不對？你就會記得要先編啦。而且也不會無聊哈，就是邊做邊唱，比較快，日子過得比較快。對，不然大家就是默默的一起做，一直做，就覺得就是有點開始會膩。對。而且不開心。對。好，你看這包的越來越漂亮了，對不對？而且跟那個板圓啊有感情了，有感情，想要當朋友。對，想當朋友。阿姐，我想到了，就是你這個板圓啊這麼道地，對不對？因為我等一下要做的是客家料理，可不可以跟你要一些板圓？那有什麼問題？讓我發揮一下。沒問題。真的嗎？送你帶回去啊。哎呦，這麼大方。那我們等一下就把這些全部做來都送我們的，謝謝阿姐。侦探，你剛才有吃飽嗎？吃飽了嗎？沒有呢。沒有。對，就想說想要再吃多一點。再吃多一點。對。有機會再帶你來吃，好不好？對啊，太好吃了，我真的很喜歡。要帶你來一個也很好玩的地方。小明哥，嗨，你好。今日我好朋友鄭太。鄭太很好，歡迎。哎，小明哥的樣片很多河背莊農場，河背莊農場。河背莊農場。為什麼啊？這麼個很多要在農場啊？河背啊，吼，主要因為條地方啊，吼，迄度一條河的後背，一條嗰中港海、中港溪。因為它在跟那個台灣的時期啊，吼，隔個中港海，早期啊就出現了迄個時間，因為動手出去記錄吼，小看到，記錄可以看到就看到東上村啊，專門講人台南味的。你台北來的？就要講唔出名的，就講就個河壩後背，叫的迄個說原來佢叫做河背。樣片其他唔是，我再過講一擺。跟他麻煩。就是以前呢，他們會被問說，哪裡來的人啊？可是因為這個地點比較某岸。聽可以名來從嘛，還沒有明確的名字，所以呢，大家每次問說，你從哪裡來？我們就說我是在那個河的後面，河嘅後背，就是河背共計為樣片，這邊就變河背了，河背莊。河背莊原來是這樣。那我們這個河背總農場，小明跟你爹做嘛該事情？那正理嘛，因為前幾年的新年的體驗國語。國語啊，本來帶你嘛，過下拿去無念的去國語。帶你嘛，小朋友會來這邊體驗那個歌道，然後會帶這個斗笠。斗笠哇！我今日天時唔好啊，天氣唔好啊，冇辦法國語啊。係啊。我說今日愛出，你愛講乜嘅東西？天時唔好，因為你就
來真係介紹顏色是教你嘅同玩，先教樣去做哦。我先做好當做得教。哦，而且打做。係，我去搞。自己做。自己做。哇。自己做童玩不是去買的哦。那這種天氣我也不想出去買。好，那就交給高本小明哥嘞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你。哦。正太，你有看過鴨掌嗎？冇。跟你弟一樣黑嗎？該冇。我可能不知道，小明哥今天要教我們做這個，對不對？對。要很多麥該苗哎。要攞竹塊蔥。竹塊蔥。竹塊蔥。竹塊槍。哦，竹塊槍。對，跟今日我用完開始，我搞鴨掌竹塊蔥。要，首先我先準備嘅竹塊嘅。係，幾多隻？1、3、5支。1、3、5支。 1、3、5支。係，對，一個人5支。過來咧。你而家3支蔥咧，3支蔥咧先留定先放。哦好，反正就留3支。留3支。對。收下來啊嗬，從呢2支啊，拿剪刀。剪刀。剪刀。來這裡。可以對半剪。所以平常小朋友來都會做鴨掌東西。做做啲啊。幾多歲都得做。小學以上是做得。國小1年級以上就可以玩這，就會做這個嘞。哦，你說住這一區的。對，就可以做這個竹槍了。哇，做得，唔是建議幾個。建議一支就好了，2支就好。OK。給一個交叉。一個交叉。哦。再回來原位。這樣子。抄，就是要鏟輕落去，是不是？差唔多。我們現在要來進行的是矮黑神殺術。規則就是看誰用最少這個什麼蘇奶奶把對方打掉就贏了。可以。對，準備 OK です。OK です。好，那就開始。16個蘇奶奶，可是只有打中了2個。好像沒講。準備好嗎？準備好嘞。OK。動哦，你養的呀？養嘞。哦，動養咁樣。可以休息，可以休息。謝謝老師，安子 C。哇，這是什麼龍水呀？準備2種。2種。啊，2種不一樣的。哦，是啊。剛剛經常跟我送給。哇，種的菜。哇，好漂亮哦！你覺得哪一個香？愛吃豆黑，應該是這個花嗎？豆黑亞種。你做視頻看啦。啊，有。唔看顏色啦，我有黃色咧，有冇像黃？有黃色的。黃色咧，我有白色咧，像魚一樣嘅。嗰種養到金銀花。因為黃色的像黃金，白色的像銀，所以是金銀花。金銀花。金銀花。佢喺做在哪裡？裡面。做在哪裡？我見看下來係強色嘅茶。一般長洲茶注意來講話樣，你唔好洗過啊，除非講洗就係一樣瓷嘅。很清爽嘅，感覺很消暑。係，同時寒熱天嘅時節咧。跟鴨掌咧。倆米絲。有地圖度嗎？有沒多的地圖？這個也在裡面。也在裡面。沒有花的葉子。所以呢，這個或這個。這個應該是有米絲嘛？沒有什麼味道嗎？某米絲披起來某米絲。要不綠是綠款的，綠上了。柔柔葉子。綠是披款的。啊，可愛。有點粗鹹味，像你覺得像什麼味道？那個
魚？對，魚腥草。对，客語叫狗貼咪，狗貼耳。狗貼耳哦，就是很像狗狗的耳朵，有沒有這樣？哦，這樣好可愛哦。所以這一罐就是魚腥草。亞洲嘿，吃寬奶。還好呀，這樣。哦，這個我喜歡。狗貼咪本身技術會請用解毒，它就是解毒的，哦，解毒的，它有燒雞也係。呀，金潤發。記得嗎？金潤發，呀咧。狗貼。啊，狗貼咪，貼貼咪，狗貼咪。然後這個是紫蘇葉。怪紫蘇葉。怪石。怪石。紫蘇。哦，麥當勞紫蘇跟米絲，這個係呀咧。金瓜、飯瓜、飯瓜。啊，金瓜、飯瓜。日語咧？卡布加。卡布加。哦，這個好重哦。這也是金瓜，品種冇平庸。卡布加。卡布加，卡布加。然後這個是，這個是什麼？我沒看過哎。就是這樣。哦。蛇嗎？對。我想說你在做什麼？哦，蛇瓜。傻瓜。傻瓜。傻瓜。再過來呀，咋？這蟲哎。哦，古種鴉片全部都會油棕哎。給鴉盤出來，下面會送本來的。係啊。要讓我們可以。拉毛唔拉都拉夠。夠嗎？做料理夠嗎？夠，很夠。那你可以分我這個嗎？當然可以啊。怪石，對，你要。我等下想要用怪石來做一個神秘醬汁。哎呦，醬汁可以嗎？謝謝小明哥，謝謝。所以這道是簡單的料理嗎？算是簡單吧，就是調味料加啊，肉做就 OK 嘛。可是聽起來很難哎。那這個等一下煮就知道。真的。其實就是炒一炒就 OK 了。哎，怎麼把自己講得很弱一樣？好像是哦。對，應該要說很難。這個等級非常高。可能觀眾的大家沒辦法。沒有錯。動次，快做事。主廚好，こんにちは。請問一下，我們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麼呢？嗨，今天要煮的料理是正太流回鍋肉。哇，聽起來就美味しい，一定美味しい。那我現在當你的副手。OK，這樣首先好，那拜託你就是打這個雞蛋好了。沒問題。對啊，其實為什麼我要做這個那個什麼回鍋肉？是因為我以前小時候超級不愛吃蔬菜。連蔥都不敢吃。真的假的？難怪不聰明。沒有啦，後來又補起來了。對，後來補起來了。可是就是長大之後，因為那個我爸生病了，想說就是還是要重視一下這些營養啊什麼啊。對。也是陪爸爸一起吃這個蔬菜。對。結果回鍋肉是比較重口味嘛。對，所以我想說這個是一個好的吃蔬菜的一個方式。對。很厲害哎！對，而且我那個時候在中華料理店，當外場的員工。對，是為了想要吃肉，然後吃蔬菜。對，第一次想知道這個方式。對呀，就是我就是肉食男嘛，很愛吃肉啊。那你有做過這一道菜嗎？有啊，其實我在日本的時候有一陣子很愛吃回鍋肉，很愛自己煮。所以這道是簡單的料理嗎？算是簡單吧，就是調味料加啊，肉做就 OK 嘛。可是聽起來很難哎。那這個等一下煮就知道。真的。其實就是炒一炒就 OK 了。哎，怎麼把自己講得很弱一樣？好像是哦。對，應該要說很難。這個等級非常高。可能觀眾的大家沒辦法。沒有錯。好，我這個蛋打得漂亮了吧？非常漂亮，跟你一樣。接下來主廚我要幫忙什麼？對呢，我想一下哦。你剛剛是加了什麼啊？哦，對哈，我沒有跟你講。對啊，你自己一直在默默的在調那種秘密的醬料。對，特製醬。好了，其實我是不能外傳的嗎？就對，不能外傳外流。好。其實那個是做豆瓣醬嘛，最重要的回鍋肉就是要豆瓣醬，而且是辣的。對，你敢吃辣嗎？我還蠻喜歡的。OK， 那就好。然後加醬油。
哦，醬油 tell you， 然後米酒，蜜酒，主要是这3個靈魂醬汁，沒錯的。然後就再加一點點這個砂糖嗎？砂糖，紅，對。加個砂糖，豆瓣醬的辣的那個感覺，可以稍微調整一下。所以它是等一下要一起，就是炒的時候要用到的。沒錯的。可是你剛剛加的時候有在稱那個量嗎？還是都是看感覺？平常自己煮的時候是靠感覺，可是想說今天是我們一起吃嘛，對，就想要有一點面子，怕失誤。接下來，接下來的話呀，炒蛋，好。來了。主廚自己炒嗎？好了，不然，那你其實也沒有工作哈。OK， 蛋我炒，肉給你切。好 ，OK。我要切怎麼樣？你覺得多大比較？你覺得要這麼大嗎？我覺得差不多，這樣。好。就是肉大一點比較不是我有在吃肉的那個感覺。一種口感，對不对？對。OK。這会不會太？好，這樣好了。好，切好了。OK， 切好了。幫我拿一個小盤子。我想放一下炒蛋。OK， 謝謝。那像你來台灣這麼久啊，還習慣這邊吃的東西嗎？也不錯啊。其實我真的台灣的食物吃什麼都很好吃。沒有覺得很可怕的。臭豆腐，就有一點不敢吃。皮蛋嘞？皮蛋豆腐的話 OK。皮蛋本人單吃就有一點尷尬，有點可怕。對，沒有跟他沒有那個默契。皮蛋的客語啊，還蠻特別的。怎麼講？叫做馬尿亂。馬尿是什麼？馬尿。對嘛？所以是用馬的尿尿？沒有，這是一個傳說，就是以前有這樣的傳言，但是這不是真的。對。或是以前一開始的是用馬尿，這我不敢斷言。先不要講，先不確定。馬尿亂，或是松花蛋嘛，瓊花亂。松花蛋是什麼？也是皮蛋的一個名字啊。我們這樣蛋好了。OK， 蛋好了。接下來就放肉。這個步驟很重要。很重要，肉就是加熱炒一炒，就會它的味道會提升出來。OK， 那就直接幫你放下去嗎？直接幫我放下去。OK， 那是全部都啪啪啪丟進去就好。謝謝我就是最喜歡這個聲音。哇，啪啪啪啪啪叔叔，啪叔叔，沒錯。話說，你有沒有聽過你的一生？你的一生？對，我沒有聽過沒有聽過其實這個是我大學的時候學的修的一堂課。所以你會種米哦？有體驗過。真的？對。那你自己喜歡這堂課嗎？還蠻喜歡，我就是喜歡就是學那些，因為那個也算是煮料理的一部分。那怎麼沒有想說要務農？很累。非常累。對，我第一次去那個夏天去田邊種那個，或是就是割那些米，累到不行。很難想象正太在那個彎腰這樣插秧什麼之類的。對啊，所以我想說還是我上鏡頭跟大家介紹這個東西，用講的，教給大家，對，我靠嘴巴。對，好，加調味料，哇，然後幫我拿一下這個嗎？好。對。全部下，对，全部下。這是我們的銀瓜，還有這個傻瓜，很香哦。我就是最喜歡這個味道啦。杜氏瑤嘞。對，幫我拿蛋。蛋嗎？對。好，謝謝。所以回鍋肉是會加蛋的。其實也沒有啦，就想說這邊有蛋，所以就加看看。所以算是你自己的DIY 嗎？創新？差不多。我覺得回鍋肉這些東西，其實加什麼都好吃。對，就是它的。幫你找一個適合的餐盤嗎？OK， 完成了，這個就是正太流回鍋肉。日
本綜藝節目跟台灣綜藝節目差別在哪裡啊？台灣比較嗨，有一趴我們要挑戰。你的哪裡是特別好呢？啊，優點。優點沒錯，我就那個時候說了，我的嘴唇很好，就是很嫩，結果變成不知道為什麼莫名的，我就跟其他男扮女裝的人，親，好親嗎？我親的是，啊，你那麼重口味。對。動次動次，快做事。那接下來子瑜要做的是什麼呢？彪彪大阪圓叔叔。哦，很會取名字呢。很好念吧？對，什麼意思？就是我們要用那個大阪圓開扮演，開。那他們大阪圓是不是用煮的？對啊，刚剛是煮的，他们不是嗎？煎的。煎的。用彪的。哦，彪的。对。彪叔叔的。对，就会彪到叔叔。然后另一個叔叔是誰呢？就是他。紫蘇蘇，紫蘇蘇，我們用這個紫蘇來做這個大阪圓的蘸醬。哦，可以哦，可以，超愛吃紫蘇哎。所以現在換我是主廚了，對不對？對，沒錯的。要聽我的指令。好，你說什麼我就會做什麼。那我現在要先準備過來這個彪彪大阪圓。是。然後偵探先幫我把這個切悠悠。那我們今天不是在那個大阪圓餐廳嗎？那你還記得第一道吃的是什麼嗎？第一道吃的是那個好吃的那個嘛，有機土雞，白斬雞啊，對啊，那個很好吃。剁雞盤、豆給盤，對。對，說到這個豆給盤啊，對我來講算是一個從小吃到大的東西，因為那時候我們也是家鄉，大家都是自己在養雞，然後自己做這個豆給盤，是，對。後來只要他們每一次啊有做這個豆給盤的時候呢，都一定會寄到台北給我們，所以等於說不會壞掉嗎？不會，因為他們都是會真空包裝，非常專業的。哦，可以賣的程度。對，真的是可以賣哦。是啊。對，但是他們沒有在賣。哦，是不是朋友看到那個就說，你到底是在哪裡買的？朋友都覺得說很想要買啊，我說沒有，這個沒有在賣的。很好呢。我們家是因為每個禮拜都會吃到那個鄉下的親戚啊寄來的雞呀，然後還有什麼蘿蔔糕啊這些東西，然後可是因為家裡的冰箱冰不下。哦，對，太多了，所以我們還特地買了一個冷凍庫。啊，對，不是叫那個親戚說先不要寄，不是，乾脆買一個新的，專門放。哇哦，哇，太酷了吧！你看我的這個大阪圓叔叔，有沒有很漂亮？美味しそう。對，可以嗎？應該。相信我吧。好，現在下一個是要幫我用什麼？叫辣椒嗎？還是你要先叔叔？叔叔可以啊。叔叔也可以。哦，偵探，你看我這個。哇，其實很不錯呢。哇，等一下，這個紫蘇切了之後，它的那個味道，你覺得會搭嗎？打開了。不知道呢。不知道。但我個人是蠻喜歡吃紫蘇，所以應該。OK 吧？那像偵探，你來台灣也有參加很多的節目，對不對？啊，對。有沒有印象比較深刻的？哇，這個最近就是我已經做了3-4年，就是上綜藝節目。對。可是那個裡面最有印象的是上個月。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情？就是有一個節目啊，我男扮女裝。那你應該很漂亮。不知道有沒有漂亮，可是我長得很像媽媽。像你媽媽？像我媽媽。對。然後你男扮女裝是要跳舞嗎？還是？就是我們男生其實就是女裝也是不會輸你們美女這樣的企劃。對。然後有一趴我們要挑戰。是嗎？對，差不多就是講自己的專長。那你的哪裡是特別好呢？優點。優點沒錯。我就那個時候說了，我的嘴唇很好，就是很嫩。這是你覺得你自己最讚的地方？真的啊，結果變成不知道為什麼莫名的，我就跟其他男扮女裝的人親。真的？對，然後那個好親嗎？我親的是趙正平哥。哇，你那麼重口味。對，蠻重口味的。
就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，真的很特別。對，感覺日本沒有這種企劃，所以台灣比較嗨。你覺得日本綜藝節目跟台灣綜藝節目差別在哪裡啊？台灣比較嗨哦，真的，比較台灣比較愛，對，比較愛玩。我要那個來大盤子，最大的那個。對，好，其實我沒有切過這個，真的，看起來好吃吧？看起來不錯吧？好，我這個鴨叔叔先放在旁邊等待一下。好，我們現在來繼續做的是那個紫蘇醬。哇，對，來了，好緊張哦。相信你，真的嗎？你做的一定好吃啊，真的是很會給情緒價值。好，我們一樣要先有一點油，因為要啪啪，要啪熊。你有看過傳統的戲曲嗎？是那種布袋劇，類似京劇、歌仔戲。对。然後因為小時候，我媽媽12歲就把我送到戲曲學，對啊，12歲就去讀戏曲學院，所以那時候每一次過年啊，我們不是家裡都會辦桌啊，會有流水席、攀走啊，還會有舞台哦。我們過年家裡有舞台，會特地請人家來搭棚子的，然後有舞台，我就會被像以前就会有長輩就會說什麼啊，你們家裡有誰是學表演的小孩，就要上台表演，對，說你。這也可以哈。沒有，可是其實我小時候跟你相反，我是不喜歡被大家一直看。是哦。對。那現在呢？現在就還蠻喜歡的，可能也習慣這件事情了啦。對啊。哇，有聞到嗎？有哦，香。我這個壞習。壞習。對，紫蘇的香味有了，加一點點水。加點水。對。因為醬嘛，所以要有點水。對。那我蠻好奇，你有來過日本玩嗎？我超喜歡的。真的？我覺得甜點很厲害。真的。对。我超喜歡吃甜的東西，是不是日本的便利商店的那個甜點很豐富？很厲害。很厲害。日本的那個便利商店是餐廳的。真的，什麼都有。還有炸物。你有看到我剛剛有丟那個嗎？黑黑的。對，其實我不知道這是什麼。我聞一下。挑絲豆豉，挑絲很常是怎麼樣呢？就是他們會跟那個魚一起蒸特別香，很好吃，然後試試看，等一下要調味一下。可是這樣沒有加鹽巴，沒有加什麼的，有味道嗎？很好吃哎，確定？真的，就很香哎。就是紫蘇的那個變甜甜的味道，紫蘇的味道，然後搭上你那個切得非常好的蒜，沒有啦。好，現在要加一點挑油，挑油也是要讓它的那個色木啊顏色比較漂亮一點，就比較有醬的感覺。然後再來是一點點鹽，對，鹽，重要呢，很重要。然後再一些糖。桶就不要太多啦。是啊。我們要健康一點，對不對？但桶其實它可以提味提咪，我覺得好像再大一點點好了，我們收一點汁，就快好了哦。倒在這個裡面嘛。對。最後，よいしょ。耶。OK。謝謝。大阪圓叔叔完成。完成です！哇！耶，成功！成功！好餓哦！哇，剛剛正太不是很用心，很用心做的這道菜叫做正太流回鍋肉，應該要先來吃一下。那我先吃一塊回鍋肉嘛，對不對？就是要吃肉啦。然後還要吃個要搭配菜，这是什麼？這是傻瓜。我忘記，有點難。還有這個板瓜、頂瓜。那我先吃一個頂瓜好了。哎，豆豆，應該蠻入味的吧？好吃哦。
那個肉的好吃，香氣，有進去有進去哦，有辣，對，有辣，所以我才剛剛跟你問說，辣的 OK 嗎？難怪正太你太貼心了啦，還特別準備一碗飯，對吧？吃這種東西一定要配飯嘛。你知道說像這種東西啊，我們會覺得很下飯，就是董叉飯，董叉飯，對，很下飯，下飯，太好吃了。想要吃這個，我這叫什麼？你記得嗎？彪叔叔，彪大阪圓叔叔，彪大阪圓叔叔，对，然後自己加一個。好啊，那我來挑這個好了。好。啊，這蘸醬是給你的。這個應該很厲害的。你要不要先吃吃看？就是原味，它其實有點就是煎炸的感覺了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好緊張哦。煎就更香了。哎，真的好吃哎。很好吃哎。我没想到。我自己都嚇到了。因為你沒有做過，我其實有練習，但是不是用這個胎扮演，所以今天還是會想說啊，不知道會不會失誤這樣子，而且也是因為阿娥姐她本身的那個餡料啊，做得很香。對，我覺得這個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。哇，加這個也，我來看，不錯哦，加蘸醬怎麼樣？又不一樣哎。紫蘇的那個香味，有紫蘇酥哎，而且好吃。剛剛原本我不是說我怕吃那個黑色豆豆嗎？黑絲，我覺得我改觀了，因為有紫蘇的香氣，發現合在一起的話，反而那個味道會比較重，然後整個很搭，因為那個大阪圓是 no meat 嘛，對不對？好吃。這個可以配飯。可以哦，也很差飯。澱粉加澱粉，舒服，開心。那像來台灣那麼久，會有比較不習慣的地方嗎？一開始比較不習慣的是，台灣人太有人情味，真的很熱情。一開始就覺得，他是不是想要騙我？就是來靠近我。對。結果後來過了不到1年了，真的覺得啊。台灣人原來是真的好心好意思，真的想騙你？真的沒有啦，沒有。難道你也是騙我嗎？我都是騙你的，沒有啦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剛來到客家莊啊，覺得說，跟人之間的相處的感覺啊，哇，真的大家都很親切，就是包含你，真的所有人都很親切。我就是有一點擔心，我聽不懂客家語，所以就好像是我變成一個邊緣人，但就是。大家講的怎麼講，也有讓我加入的感覺，蠻開心。現在今天很開心，可以帶正太啊來到我的故鄉啦，我的老家。因為有你的陪伴，我可以去吃到一些可能很久沒吃的客家美食。那也希望說，正太以後可以常常來苗栗有分。可以，苗栗。然後未來也可以把客家話練起來。會不會期待太高？期待太高。但今天呢，就是一整天下來，我們那樣子也做了很多事情啊，吃了很多客家菜。在這邊還是要謝謝正太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沒有，我才謝謝你。就是很難得，像平常尤其是我們這個北漂的青年啊，很少會有機會回家。那今天為了要帶正太感受一下客家人客家人的人情味，有感受到，還有美味。沒錯，美味的客家蜜絲，對，客家蜜絲，對，所以謝謝正太。沒有，我說謝謝，互相一起吃開心一點。